過來是台中有一場建案，早起8點外，工地發生着意外，有一台70噸的大型的吊車在作業的時陣失去着平衡，這個吊高直接為建案的方向倒過去，甲部分的鷹架跌地海，嘛是加載。當時這個工地的四周邊攏無人，無造成傷亡。吊車起前輪半攬蹼，吊高卡着建案面頂的鷹架被卡歹去，這個畫面看起來真恐怖。工人嘛唔敢大意，趕緊佇邊仔放三角水，避免有人挖進來發生危險。吊車卡有放喺遐哦，會傷重，哇，迄袂使。意外發生台中福如路一棟電梯別裝的建案，早起差不多8點，依照了解，工程的進度是進行到4樓的樓尾頂。本來打算透閘的吊鐵機啊，想不到70噸重的吊車才設定好爾，準備要吊車身後壁油壓卡向插入路面，規個車袂在吊高起向建案的方向，加在當時邊仔無人，不過吊車吊高跨佇這個鷹架頂，鏈啊浮浮浮佇半空中，形成恐怖的平行畫面，後袂少過路人看到流凊汗。無，伊係在空誒。啊，無啥掉着啊。哦。啊，咧踩爾，佢衝出來軟。工人咧想講，可能是因為落幾啊工雨影響地基有較軟，才會致使講吊車油壓卡插入土卡。工地趕緊派3台吊車來鬥相共，將這台吊車扶正。講起來過程真驚險。我也說捌入去吊車，佫害一個真大下。工地目前是停工，勞檢處嘛派人到現場去稽查。有關事故的原因，相關的人員正進一步的調查。若是有違反着施工安全，嘛依照職安法來開單。